南投林爱乡的红乡部落昨暗有2间房仔厝火烧，加载无人着伤哦。因为较远，消防队伫接到报案点外钟才到现场，厝拢烧了了咯。消防队是表示讲，部落真偏远哦，路阁真歹驶。当地民众是望讲，会当先互因组成救灾队，提供因一寡消防设备，互因会当先自救。徛过大火烧，火烧甲真猛。 也未等到消防队来，村民就赶紧斗拍火。居民摕水管，敢若会当装细细缸的水，就算农药请来，嘛无啥路用。南投仁爱的红乡部落，29暗时6点传出火警，居民随忙赶紧通报消防队。不过部落地点是真热贴，村民会当用的器具拢摕出来用啊，有关敢若会当目睭金金，看厝被烧了了。 就拿民众用的水来喷啊，来不及了。要到红乡部落的话，车程大概要1个半小时左右，而且是要走例行产业道路，它都是一些水泥路，而且坑洞会比较多一点点。然后沿线又有比较多地方都在施工，所以比较狭窄。 加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大货车啊、菜车要会车的时候，会比较困难一点点。雾社消防分队表示，因为火场距离分队相当遥远，驶车要超过1点钟，到现场已经无明显的火势，好加在无人受伤。南投仁爱山区敢若有一个消防分队，而且伫咧雾社市区，距离红乡部落要30公里，车路是弯来弯去，而且必须要经过路况无好的逆行产业道路。居民是希望量早来成立救灾队。 没有什么消防设备啊，所以只能靠族人，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是紧急应变措施，就是用家里的水管呐、或是族人用水桶去打水。瑞岩部落我们发祥那里有成立一个牧领队，所以我们也有请消防局有配置一些灭火器，但是一样啊，从我们的瑞岩部落跑过来我们红乡这里也有40分钟。 当地民代表示，虽然县府已经编列经费，按算明年施作消防管线，不过也未动工煞拄着火灾，希望先对成立救灾队，也有简单的拍火设备开始，避免远水难救近火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